冇計，我哋都盡量中和。其實細到大嘅，梗係啦，10幾歲嚟啊！
最緊要吞咗散咗，實咗佢應該就打得㗎，就打佢就冇問題，唔得人打得㗎嘛。踩一勁，出沙邊打一股。總之佢電腦出嚟嘅實體邊照射佢得㗎，嗰啲位搞錯。我爆咗出嚟，我哋做咗多年。電信公司呃個98歲嘅簽約，簽幾百蚊一個月嘅，1000幾年嘅。咁咧最主要係話咧，其實係攞個電話，即係你簽呢啲約。我裝咗啊！因為你自己層
有需要就換下手咯，冇需要就直接上。兩個邊個打？邊個兩個？仲有一個飛哥，係啊，收頭主席。我嘅接住先，好。呢度。冇啊，冇人裝埋，裝埋啦。放咗邊邊啊？喺邊個嗰邊？即係佢將搞法。我冇辦法。有一邊啊，邊嚟啊？手啊？係啊，有幾個換下手咯，一齊手啫，但係都 OK 嘅。畫唔出啦。就係點㗎？有剩嗰啲嚟嗰啲點晒佢全部。哦，呢啲電晒得啦，由電腦俾通上去。有咩咧？電晒，水都係水都係晒。好，跟住我哋下一步再下一步啦。我陣間為咗賺㗎，我幫菜擺嚟執少少啊！等下你㗎。
兜尾出嚟，兜尾出，全部兜尾出，係兜尾出得啦，多彩類型嚟㗎，得啦，兜尾出得啦，睇就嗰幾隻馬，冇事嘅。首先請主祭者鄭守文先生上前就位，陪祭者柯君先生上前就位。請留步。繼續請中外周家國屬總會全體同仁請上前就位。請主祭者上前一步就位獻香。請主祭者就位獻唱。請主祭者就位獻鮮花。獻寶吧。請主祭者復位。現在請中外周家國屬總會全體同仁向何興忠師傅恭行三鞠躬公祭禮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加數謝禮。禮成各位請復位。繼續係請中外周標國屬體育會舉行公祭儀式。現在首先請主祭者石家傑先生上前就位，陪祭者陳國輝先生上前就位。繼續請中外周標國屬體育會全體同仁請上前就位。請肅立，請主祭者上前一步就位獻香。拜三拜。請主祭者就位獻唱。雷走。獻鮮花。獻寶白。請主祭者復位。現在請中外周標國屬體育會全體同仁恭行三鞠躬公祭禮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加數謝禮。好，禮成請復位。繼續係周標國屬聯誼會
全體同仁舉行公祭。現在請主祭者黎石渠先生上前就位。陪祭者徐錦昌先生上前就位。繼續請周標國屬聯誼會全體同仁請上前就位。請肅立，請主祭者上前一步，就位獻香。請主祭者就位獻爵。獻鮮花。獻寶白。請主祭者復位。現在請周杯國術同聯誼會全體同仁恭行三鞠躬公祭禮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家屬謝禮，禮成，各位請復位。繼續係中外周田國術總會舉行公祭儀式，請主祭者吳日龍先生上前就位。陪祭者林錦發先生上前就位。繼續請中外周田國術總會全體同仁上前就位。請肅立，請主祭者上前一步，就位獻香。請主祭者獻爵。獻鮮花。獻寶白。請主祭者復位。現在請中外周田國術總會恭行三鞠躬公祭禮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家屬謝禮，禮成，各位請復位。以下由周田國術聯誼會舉行公祭儀式，請主祭者葉維文先生上前就位。繼續請周田國術聯誼會全體同仁請上前就位。請肅立，請主祭者上前一步就位獻香。請主祭者獻爵。獻鮮花。4蚊啊！
獻寶白。請主祭者復位。現在請真田國順聯誼會全體同仁恭行三鞠躬公祭禮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家屬謝禮。禮成，各位請復位。以下係澳洲柏斯州本仁義堂國順學院舉行公祭儀式。請主祭者梁美雲女士請上前就位，陪祭者黃仲文先生請上前就位。繼續請澳洲柏斯州本仁義堂國順學院全體同仁請上前就位。請肅立，請主祭者上前一步就位獻香。請主祭者獻唱。舉手。獻鮮花。獻寶白。請主祭者復位。現在請澳洲柏斯州本仁義堂國順學院全體同仁恭行三鞠躬公祭禮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家屬謝禮。禮成，各位請復位。
以下嘅儀式瞻仰遺容開始，請企立左手邊嘅來賓先上前環繞靈柩一周瞻仰遺容。你哋可以你哋行先啦，呢度出嚟順時針。好啦，咁啊到呢邊出嚟啦，先生。我哋順時針兜個圈，唔睇嘅坐翻喺凳位。我哋行晒呢一批先，跟住到呢批睇下，順就順咯。係第二行呢度中間出嚟咧。後邊。好啦，跟住出去。稍等啊，第二行稍等，我哋前排就呢度跟住落嚟啦。呢度出前，我哋喺後前翻入嚟，前面出，喺後前翻入嚟，唔好撞頭，一個方向行嚇。好，睇完嘅坐翻低，未睇嘅跟住出嚟。睇完可以坐翻低啊。想問大家有冇朋友趕緊嚟㗎？冇啦，嗬，需要特別交學，冇其他嘢交俾個先人嘅，咁我哋就大家都嚟咗啦。OK。現在開始封棺，在座各位全部起立。企立後有孝白穿着家屬請垂低頭，來賓親友各位向門口迴避，唔好望下。現在首先請有孝白穿着家屬向先人靈柩行3鞠躬辭靈禮，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。禮成，各位家屬站立翻原有位置，準備答禮，全部企翻埋位。嗱，請留意啦，以下有8位扶靈嘅來賓，讀咗名，各位請移步到靈堂中央並排一列，先行過3鞠躬辭靈禮。扶靈嘅來賓陳國輝先生、石家傑先生、孫洪剛先生、李志剛先生、曹文航先生、劉志明先生、梁志明先生、鄭沈雲先生，共8位。好，請肅立，行禮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家屬謝禮。好，有心扶靈來賓請入座扶靈席。好，利是袋咗佢啦，係啦，手物拎財要帶嘅或者請坐，利是袋咗佢先啦。我要都係咁先啦。繼續請在座嘅來賓以及親友請起立。來賓親友未行辭靈禮嘅，大家請齊站龍堂中央，面向遺像，亦都恭行最後3鞠躬辭靈禮。
禮成之後隨即出殯。來賓請肅立，行辭令禮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家屬謝禮。辭令禮成，來賓請站立一旁，企埋一邊。以下係請8位扶靈嘅來賓讀名後按次序上前就位。首先請陳國輝先生上前，左手邊第一位；石家傑先生上前，右手邊第一位；孫洪剛先生左手邊第二位；李志剛先生右手邊第二位；曹文雄先生左手邊第三位。劉志明先生右手邊第3位，梁志明先生左手邊第4位，鄭守文先生右手邊第4位，共8位。何興忠先生喪禮禮成，請扶靈柩者手搭靈柩，家屬親屬按次序送靈柩離開。禮成引發，跟住觀眾其他啲親友或者幫手攞行李，我哋順住出門口。幫手攞自己行李嚇，攞埋啲水啊咁樣。手襪亦都唔需要啦，除咗可以掉到佢啦。如果你送上去，後生嘅跟住行，我睇我驚轉翻咧。哦，得啦。花啦，數一數額頭，額頭數到落髮尾，係啦，濕一濕手。
短啦。